接纳咱的认罪，真诚的认罪，主动的接纳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付出十字架的宝血牺牲，咱要有信心，安尼有了解无？咱的信仰上更重要就是信心，不够大爱，因是疼心，因要用补的、买的、俗的，做较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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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赎家己的罪。要安怎赎会了？买袂了啦，好，第4点，着仰望主耶稣。咱做伙来读一段圣经好唔好？定睛。所以主耶稣就是咱头前的将军，将领在引带咱军队的脚步绝对无毋对。愿主是阮保守咱今仔日听到一段故事一段圣经。原本我阁要讲另外一个任赐福牧师，伊嘛来自美国，所以咱有遐尔济英国苏格兰、加拿大、美国、美南、美北。来祝福咱台湾，上帝敢无继续来祝福咱嘛？愿咱坚持咱的脚步，继续因军队主的引带，咱同心三甲来感谢。